总统直选到今年呢，已经满30冬啊。咱台湾头一个民选的总统就是李登辉，伊任内上界大的贡献就是推动台湾的民主化。一寡台派的团体今仔日是来开记者会，伊讲这台湾对外讲是民主国家，也毋过到当年煞还阁无相关的民主纪念馆，所以呼吁政府得爱赶紧来设立，甲这台湾对威权走向民主时期一寡重要的官方文件变作是公共的资产。已经过身的前总统李登辉是台湾1996年第一任民选的总统。第一任内上大的贡献就是推动台湾民主化。李登辉和美国新闻周刊合作民主先生。今年是总统直选30周年，真侪台派团体开记者会指出，台湾敢若有纪念独裁者的纪念堂和园区，却无民主纪念馆。因认为李登辉的民主贡献是研究台湾民主化的公共资产，呼吁政府赶紧成立李登辉总统图书馆。恁都讲台湾是自由、民主、人权、法治的国家咧，恁那我都用阮一个杀人魔放在恁的首都，大家若去里面内底参观，拢爱这个头拢爱举关关。台湾长期面对中国的渗透和武力威胁，台派团体认为，虽然赖政府有决心要加强国防的战略，不过以台湾做基础的文化和政治战略也阁真无在。应当透过国家级的总统图书馆，完整保留李登辉遗留的民主资产，以民主台湾去对抗封建的中国。面对到中国所谓同文同种、两岸一家亲的这种民族主义的框架，我们是需要一套强力而且基于台湾主体价值的反制叙事。设立李登辉总统图书馆，它可以保留历史的记忆，让全世界深刻理解台湾如何从威权独裁的体制，成为一个强韧、进步而且拥抱普世价值的自由民主国家。在威权转型的过程之中，教育常常是第一线的启蒙力量。李登辉图书馆的成立，使台湾拥有一个可供学生、教师与社会大众共同来学习的公共平台。成立图书馆是前总统李登辉的遗愿。台派团体认为，目前上大的困境就是政府的决心和意志无够，因希望透过李登辉总统图书馆的设立，通甲台湾对威权走向民主时期重要的官方文件和历史变作公共资产和民主转型的研究基地，嘛通让每一个世代的台湾人了解民主的重要性。记者卢尚如、郑俊尧台北报道。